澳門警方加強反恐訓練，又設置資料庫，一旦懷疑有恐怖分子企圖到澳門，就會即時阻截。駐澳門記者張志成報道。澳門警方嘅特別行動組日常訓練有針對恐怖組織可能喺澳門策動嘅襲擊或者係罪行，譬如挾持人質啦，挾持一啲重要人物啦，對一啲敏感嘅機關啊，放爆炸品啦，樣樣呢啲等等。訓練嘅目標或者嘅目的係想佢哋呢，一旦真係呢啲事發生嘅，佢哋係可以好迅速、好快去控制到現場。澳門警方成立咗一個國際恐怖活動資料庫，一旦發現有恐怖分子企圖進入澳門，佢哋就可以即時掌握情報，阻止佢哋入境。針對國際恐怖活動，粵港澳三地警方喺今年建立咗合作機制。三地警方並且喺上個月首次舉行咗聯合反恐演習。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張志成報道。